来到了屏东竹田，有一位女士曾美美，她特别喜欢戴斗笠。10多年前呢，她设计出可以拆除的花布斗笠。曾美美说呢，斗笠和客家花布都是她的最爱，两个结合在一块呢，就能够让单调的斗笠变得非常的抢眼。带您来看看。哎，来了，哎，好诶，按闹你嘛，等会诶。 材料报道，客家花布要和斗笠配成一套，说来也不是太艰巨的任务。不过这群妈妈们很认真，期待着换上衣服的斗笠变漂亮。无盐油呢，咱竹田油呢？无穷样，嘿，从竹田做无穷样的哟。蓝色、红色、蓝色。布套和斗笠完美结合，妈妈们嘴里传出阵阵的赞叹，因为印象中的农家帽不再是单一色调，有了大花布陪衬。给我谁的呀？来，哎，很强哦，漂亮哦。斗笠为什么要穿上衣服呢？灵感来自于这位屏东竹田乡的妇女。365天里，曾美美天天戴斗笠。有一天，她听到了这一句话，决定帮斗笠换个花样。乡亲看到我就说笑我啊，当代表还是戴那个丑丑的斗笠，但是我不认同啊。我从小的时候我就习惯戴这个斗笠帽嘛。我也想了一段时间，要怎么样去呈现我这个斗笠会漂漂亮亮的。 曾美美想到就要做，她从竹田跑到了内埔，开始挑花布。那个唔过有个咁嘅油桐花咩？油桐，我油桐花个属于白铺嘅。又有新的花色了，曾美美左挑右选，想要有新的尝试。不过选布料的特色一定要够花，才有客家风。每一次她都会在一旁和师傅讨论做法，掌握花布斗笠的呈现方式。 这牡丹花的那个感觉了，好像比较喜气，好像有一种典故的那种感觉。尤其结婚喜庆的时候，像那个被套啊，还有那个枕头套啊，也都会把这个元素带进去。好像我们从小的记忆也都是那个思维都好像记忆着。 就爱大花布的奔放，曾美美带着花斗笠寒暄聊天，少不了她。她说，推广花斗笠除了强调客家特色，还希望越来越多人喜欢它。义卖出去的所得要陆续捐给当地的弱势，让客家花布灿烂之外，还有慈爱的光芒。 炙热天空下，大红花朵朵争艳，斗笠换新装，彩色了客庄风景，装点了客家应景，柔美感动时刻。